我覺得我哋都係做朋友比較適合啊。相信呢種情況，各位毒撚們都唔會陌生嘅啦。唔好意思，捉勁上情。如果係咁，你會唔會繼續同佢做朋友呢？我仲中意你，點同你做朋友啊？究竟喺單方面嘅愛情同友情係唔可以並存嘅呢？唔可以啊！男女之間有冇純友誼嘅呢？我可以講係有嘅，但係呢毒撚嚟講咧，呢種情況基本上係冇。根據我多年嘅經驗，可以總結出兩個影響純友誼嘅主因。第一，樣貌，古語有云：你的樣子如何，你的 fans 也必如何。越樣衰越純。雖然大家都好唔想接受呢個理論，但我都唔會同大家解釋，因為呢個係事實。第二係相熟程度。嗱，如果你哋兩個得閒先見一次面，又唔多聯絡，呢種友誼我講話變質啦。想變身都難啊！相反，如果你哋係朝見口晚見面，成日 WhatsApp、Facebook、Skype 呢種情況，我講話男女純友誼啊。男純友誼都難。冇錯，因為至少其中一方要對對方有感覺。廢話少講，究竟點解毒撚身上會冇純友誼啊？原因好簡單，只有兩個。第一，毒撚其實係一種天然、原始、純真嘅雄性動物，佢哋往往會忠於自己本性。如果係同性朋友飲醉酒嘅時候，異性朋友咧，冇錯，雄性嘅本性就係鹹濕。其實男女之間一直都存在呢種原始嘅吸引力。第二，我哋之前啲片都提過啦，毒撚會無啦啦對自己好有自信，覺得自己好有吸引力。根據美國威斯康大學嘅研究啊，男人無論有冇伴侶都好，都會想吸引其他嘅異性，而且啊，佢哋往往都誤以為其他異性對自己有興趣。點解佢會幫我執書嘅？佢係咪中意我咧？喂，食咩啊？點解佢會撩我隻腳嘅？佢係咪中意我咧？最後可能你會話，佢有男朋友嘅喎。又或者，其實我哋識咗咁耐，大家都知道大家冇可能㗎啦。但我想講，冇嘢係冇可能。其實男女之間有冇純友誼，係咪真係咁重要咧？大家相處得舒服咪得咯。相信大家都喺度諗，點解我哋咁耐都冇出片咧？因為我哋而家喺度準備緊一單閪嘢。而呢頭閪嘢咧，就真係閪到咧，我都唔撚想講啊！好撚閪，真係好撚閪。其實呢件事都比較複雜，我哋只係純粹想招募下演員，希望大家幫手宣傳下。有靚女嘅就快啲介紹，靚仔嘅話咧，呢度有㗎啦。講笑啫，男演員都要嘅。詳情就睇呢條 link 啦。好，多謝晒。